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講故事。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即刻撳個訂閱。中意呢類型內容，記得撳埋點讚，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上次同大家分析完香港電訊，今日我哋嚟睇下一隻做緊獨市生意嘅港股388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即係我哋成日講嘅港交所。總體而言，港交所係香港唯一嘅證券及衍生產品交易同埋結算機構，擁有近乎壟斷嘅市場地位。佢嘅業務同市場成交額同埋新股集資活動高度相關，具有極強嘅周期性同網絡效應。現時股價受到大市氣氛影響，從高位回落，但2026年首季業績創歷史新高，顯示基本面堅韌，獲市場看好。首先講下佢嘅業務，作為香港金融市場嘅水喉掣，港交所嘅生意簡單講就係經營一個金融超級市場，收入來源多元化。核心業務分別有現貨市場、股本證券同埋金融衍生產品，當中各種形式嘅交易，包括股票、ETF、權證、期指、期權等等，港交所都可以從中抽水。其次仲有上市費，港交所會向香港主板或者創業板上市嘅公司收取，例如首次上市嘅初次上市費，以及每年持續收取嘅上市年費。另外，港交所作為獨特嘅超級聯繫人角色，連接咗中國同世界嘅獨特地位，形成咗最大嘅護城河。通過滬深港通、債券通、互換通等機制，佢成為咗國際資金投資中國資產以及內地資金配置海外資產嘅核心門戶。呢個地位具有強大嘅網絡效應同政策優勢，難以被複製。喺財務表現方面，港交所嘅盈利同香港市場嘅成交程度息息相關。2026年第一季度業績創紀錄，收入強勁增長，營業總收入達82億港元，按年增長24.5個百分比。而盈利能力方面，公司淨利潤達到51.88億港元，按年大增27.25個百分比，創下歷史單季新高。每股基本盈利為4.1港元。透過獨特地位獲取豐厚利潤，淨利潤率長期維持喺75個百分比以上，反映港交所嘅規模效應與定價能力。2026年首季息稅前利潤率更升至81個百分比。以上嘅豐厚利潤係基於以下3個關鍵數據：第一係2026年首季港股日均成交額達到2767億港元，歷史上僅次於2025年第3季度，帶動交易費收入大增。第二就係2025年香港新股市場重登全球首位，總集資額達2869億港元，按年急升226個百分比。第三就係互聯互通，北向交易日均成交額創歷季新高，成為重要增長引擎。因此，港交所財務相當穩健，擁有強勁現金流，係2025財年經營現金流達256億港元，按年增長超過1倍，為高派息提供堅實基礎。2025財年股本回報率達31個百分比，顯示公司為股東創造價值嘅能力非常出色。而港交所亦都維持穩健派息，2025全年股息為每股12.52港元，以現價約380港元計，股息率大約3.29個百分比。喺呢個複雜而又多變嘅環境，港交所充滿唔少機遇。第一，互聯互通持續深化。隨住中國資本市場進一步開放，滬深港通擴容，人民幣櫃台交易推廣，以及未來可能嘅新股通等，將會為港交所帶來源源不斷嘅增量業務。第二，新股市場回暖同埋資產端擴容，中概股回流，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同埋內地優質企業持續來港上市，將擴充港股貨源，吸引更多資金進駐。第三，產品多元化，衍生產品市場同商品市場嘅發展，可以減輕對現貨交易費嘅單一依賴，提供更穩定嘅收入來源。雖然港交所機遇處處，但係股市世界並唔存在十全十美嘅股票同埋必勝策略，每一筆投資都伴隨着取捨同埋機會成本。如果你突然遇到完美嘅股票，咁大家就要更加小心，因為好大機會係你睇漏咗嘢。而喺港交所方面，都充滿住大大小小嘅風險同埋挑戰。第一就係要留意市場周期性波動，港交所收入同埋市場成交額高度掛鈎，港股成交若持續低迷，將會直接打擊佢嘅盈利。第二就係留意地緣政治同埋宏觀經濟，喺呢個全球利率環境、中美關係、中國經濟復甦力度等宏觀因素，都會影響國際資金對香港市場嘅參與意欲。
第三就係現時競爭加劇，雖然在香港具壟斷地位，但仍需面對區域內其他交易所嘅競爭，同埋內地交易所發展帶來嘅潛在長期影響。總括而言，港交所本質上係一間擁有極寬護城河嘅金融基礎設施公司，佢嘅價值直接掛鈎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埋中國資本市場開放嘅進程。從近來嘅數據嚟講，2026年首季破紀錄嘅業績證明，佢嘅基本面並未受損，盈利能力依然強勁。長遠嚟睇，港交所超級聯繫人嘅戰略地位難以撼動。隨住互聯互通機制深化、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同埋更多新經濟公司來港上市，港交所將會持續受益於資產端同埋資金端嘅雙輪驅動。對於投資者而言，港交所係一個唔錯嘅市場周期性投資標的。最後，希望以上分析能夠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港交所。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務必審慎選股。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最後記得俾 like、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仲有撳埋鐘仔啊！我哋下次片再見，拜拜。